想我们终于走到了这一天，我们高雄人跨过了重重阻碍，韩国瑜当然只能心无挂碍。韩国瑜机关算尽，奥博出尽，终究不敌我们高雄人。所以我想所有的一切，韩国瑜只能坦然接受。我想我要说的只有高雄会赢，台湾会赢，我们会赢，高雄人我们一起赢。谢谢大家。我们今天的游行是从美丽岛这边出发，我们都知道这是美丽岛事件是这个城市民主的光荣印记。我们将会一路游行到，就是在2018年12月25号韩国瑜市长就任的这个典礼的位置。这一段路程呢，我们在提醒韩市长，你的权利是来自于人民，人民才是真正的主人。同时，罢免也是人民的权利。你在当选到现在528天了，我们人民有这个权利把你的权位收回来。我也呼吁所有的高雄人，明天一定要提早去投票，坚定的投下这一张罢免的一票，因为这个神圣的一票只有高雄人能投。我们跟高雄人一起来写历史。340天以前，罢免的运动开始。340天后，我们来到美丽岛站，这边是台湾民主的开端，这边是罢免成功的终点。但是，这即将是高雄，也是台湾新民主、新民族的开始。大家要加油！我想罢免团体以及高雄市所有的民代们，我们花了5天的时间，走遍每一个被韩国瑜忽略的土地，看过了每一个被韩国瑜所欺负的高雄市民。而这些市民在今天晚上凝聚成罢免的力量，跟我们站在一起，在这个高雄民主的开端，我们要一起走向终点。高雄人加油！高雄人一定会战胜韩国瑜。谢谢。